换来看，这个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郭文哲，今仔日是提出着医疗相关的政见，主打着投资健康、有效医疗甲永续健保三大方向、八大医疗政策。另外，郭文哲伫新竹的祖厝，嘛互指控讲，这个5楼的铁皮厝是违建。郭文哲讲，伊已经袂记得因兜有5楼了，若真正判定是违建，应该拆就拆。郭文哲嘛，就这个机会，大大来警惕，共款互质疑有违建的赖清德。另外有风声讲，这郭文哲已经甲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通过电话，有这个9月讲立委、10月讲总统的拿白合的空间。郭文哲是来回应讲，并无甲朱立伦讲过电话，但是双方的幕僚有熟悉，平时都有咧沟通。我们现在台湾的健保就是，你要付洋葱面的钱，可是你要吃牛肉面，这当然是问题啊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讲，伊医疗政策讲过投资健康、医疗有效和永续健保三大方向，嘛主张台湾医疗资源爱提供到占 GDP 的8%，阿当侯友宜主张80岁以上申请外籍看护工免巴士量表的同时，郭文哲来讲出伊专业的想法。这个巴士量表不要作为申请移工唯一标准啊。虽然用医术背景展现专业，不过过去捌讲要拆掉全部违建的郭文哲，所互惹了讲因新竹旧厝冇大铁档，敢若是违建。我都已经忘记我家有5楼了，不，妈妈是跟我说那个是已经30年前就有了。如果他真的被判定是该拆的，就拆嘛。红惹了违建的，还有赖清德的万里旧厝，虽然民进党侪称是为着惊日头抛债价起起嚟，也不过郭文哲都无咧信道。民进党的解释我是听不懂，你盖屋顶不是要防止阳光照射，不然做什么用？防止被上天看到是。甲民进党内甲无一条好郭文哲传出加快拿北海进度，嘛敢若含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通过电话，甚至阁听讲有9月新担立委，10月才阁整合总统候选人的规划讲法。我没有跟他讲过电话，我这样讲，双方的幕僚一定会认识嘛，平常就有在沟通了。非政见小兵战到联兵作战，国民党国民党家己捧出民众满意的古堡米咧，拿北海关系将做其中关键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